这个以色列无设置甲人质抬死了后，国内外不满的声音是愈来愈多，继续控诉军方谋杀，也内朋友是要求因都要随停火。另外，当地访问着来维护的法国外交部长瓜良纳，也有拜伊要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是拢对百姓伤亡感觉真烦恼。这次被误杀的人质的家属举行葬礼，也控诉以色列政府的行为。 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לחקור את האירוע הזה, להפיק את הלקחים. 以下冲突已经10礼拜，10发生以色列误杀家己3位人质等几路件枪击事件之后，引起全世界对相关行为的担心。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亲密盟友要求停火呼吁。 总理纳坦雅胡一直讲要甲人质交代，不过拢无进展。误杀人质事件的愤怒，可能会予伊更加大压力，逼其爱登去休战谈判桌。法国外长科隆17号蒙特拉回复，呼吁伊方赶紧停火。尤其是以色列伫咧攻击加沙走廊南部城市拉法时阵，轰炸一栋法国领事馆人员的厝，造成迄当阵秘伫咧内面的法国领事馆的人员不幸死亡。 Comm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le lui impose. Il doit s'engager dans un cessez-le-feu. Nous avons demandé dès hier, mais à nouveau je l'ai fait aujourd'hui auprès d'Eli Cohen, que toute la lumière soit faite sur les circonstances qui ont pu expliquer que cette maison soit visée et, après ce bombardement, entraîner la mort au moins de cet agent de notre Institut français.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8会去以色列访问，以方将会面临缩减作战行动的压力。华府提供重要军事外交支援，也对平民的伤亡表示愈来愈担心。英国加德国外长呼吁做到会当持续性的停火，因为有伤侪平民死亡。以色列讲，17第一遍有79台卡车载救援物资自以色列直接到加沙。伫2名冲突进前，逐天拢有500台卡车入去。联合国表示，逐天拢空袭，根本无法度安全运送。另外，加沙通讯中断4天啊，是冲突以来上长的一遍。即马有慢慢恢复，不过已经造成救援甲运送任务愈来愈复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